每一天，牧师甲你做伙祈祷。今仔日是4月16日。约翰一书3章一节安尼讲：恁想看地，爸偌尼啊疼咱，互咱通称做伊的囝儿。事实上，咱就是。世间人毋捌咱，因为因毋捌上帝。三甲来祈祷，互阮通称做你的囝儿的天父，阮感谢你，主啊！阮全心向你献上阮的懊恼甲感谢，因着你奇妙无比的疼，互阮成做你的儿女。主啊，这毋是出自阮的功劳，乃是出自你白白赐予阮的恩典甲怜悯。主啊，愿称颂你一切奇妙的作为，对创造天地到拯救阮的性命，你的手拢无离开。主啊，愿感谢你赐落丰盛的恩典予阮，互阮伫你的内面，通得到儿女的身份、价值甲愿望。主啊，你用无比的疼来疼阮，互阮通知你的疼，亲像老爸疼囝，所以愿通成做恩典的儿女。主啊，感谢你，互阮通认捌你、信靠你，互阮通倚靠你来活。祈祷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耶稣听你，赐你平安。